書法就細個阿媽話我啲字寫得靚嘛，14、15歲學即係幾多啊？40零年寫字係嘛？咁啊，因為詠春嗰種特質咧，成日都話以柔制剛啊，到底個智慧喺邊咧？好想知咯。咁啊，如果8、9年學詠春，咁即係30零年嘅詠春啦。咁我喺寫書法入邊睇到自己要控制支筆，其實冇咁容易嘅。對支筆嗰種控制要有一定嘅掌握，你先至可以做到後嚟書法家嗰種狀態。冇呢個經歷，一定冇得叫做揮灑自如。功夫一樣，你想好似人哋電影打到咁瀟灑咁樣，係唔可能嘅事嚟嘅。咁變咗咧，你喺呢種嘅技藝嘅過程之中，你一定要知道自己克服心性，俾心機練習，嗰個對孩子係有幫助。佢係一路都薰陶緊我自己。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呢啲嘅技藝咧，可以去薰陶我嘅孩子去認識中國文化嘅。咁其實咧，我喺做校長之前，我已經即係同樹仁大學嘅李嘉文教授咧，就一路去處理一個非遺嘅保育。咁佢選擇嘅係詠春，跟住帶啲細路去咪參觀下，去參加下樹仁呢啲計劃啦。咁所以個 background 係真係嚟自學界。一啲研究一啲嘅聲勢，咁於是咪試下諗下進入一個體育堂，咁都係4堂啫。跟住右手出拳嚇 ，OK， 1、2、1、2。咁如果我哋將詠春引入學校咧，如果做到有配套咧，有基地去推行會好啲嘅。初中1、2、3級一個學年咧，我哋就安排咗4節。就教一個小念頭。咁 EDB 嗰個嘅體育科嘅學習範疇入面係有包括到國術呢一項嘅，所以我認為詠春其實佢作為一個武術的話咧，佢喺體育科入面都可以做一啲嘅發展。體育科加入詠春咧，其實係可以配合到一啲嘅教學重點嘅。咁首先咧，體育科講求嘅係等啲學生去透過身體去學習。咁而做詠春嘅一啲動作咧，其實學生都喺過程之中係去學識點樣去運用自己嘅身體啦，去做翻詠春嘅動作出嚟嘅。咁所以都係達到呢個目標啦。咁其次其實詠春嘅一啲手型咧，都講求啲學生要識得去運用自己嘅小手肌。咁所以透過不停咁練習一啲詠春嘅手型咧，其實可以都幫助佢哋去改善自己小手肌嘅控制。對一啲習武嘅人士嚟講，佢哋都可能用咗幾十年啊，或者甚至更耐嘅時間先可以熟習到啦。咁所以對於啲同學仔嚟講，可能佢哋去3至4堂入面去記晒啲動作咧，對佢哋嚟講係有啲困難嘅。佢去到學期尾咧，體育堂考佢係一定要咧打得出套小念頭嘅。咁呢個係初中嘅安排咯。咁當然咧4堂啫，我日都睇唔到佢哋咧會話個成效會大到好緊要。但係我就睇到佢個進程啦，睇到佢喺課堂入邊，佢慢慢知道要跟動作做啦，知道做錯咗咧個動作唔靚之外咧對身體唔好咯。咁呢啲我諗佢已經開始進入咗一種我哋講得好高境界，但係事實嘅就係一種自我修養嘅歷程。不過佢哋係起點。喺同校長教詠春嘅期間咧，咁其實個人層面嚟講係對我自己嘅教學嘅能力係有提升嘅，因為喺校長教嘅過程入面咧，我作為一個旁觀者啦，一個助教嘅身份啦，其實我都可以觀察到校長佢點樣去運用佢一啲嘅教學策略啦，同埋一啲課堂管理嘅秩序嘅方法啦。原先整呢間房嘅時候咧，其實呢間係一間我嚟擠雜物啊、擠台凳啊、擠樂器嘅一個房間嚟嘅。咁突然間靈機一觸，咦，其實呢間房咪執佢咪得咯？即係如果整間武館都幾好啊咁樣。咁所以嗱，呢度嘅擺設你睇見啦，即係上邊有牌匾咧，牌匾佢有左右嘅寫法嘅。點解一定係由呢度開始去到隔離左邊先簽名咧？咁樣，即係呢啲係一啲書法嘅格式嚟嘅。你睇見葉問宗師個葉問嗰2個字同埋彭耀君咁個一定係葉問高啲嘅，即係其實佢唔係特登為咗美感，佢根本就係一種嘅書寫嘅格式嚟嘅。喺呢啲嘅武館嘅擺設咧，其實本嚟就係有一種嘅師徒嘅倫常。咁呢度好多嘅點滴咧，其實都可以帶啲同學去認識、去參觀嘅。嗱，我而家坐住呢張藤椅係咪？咁啊，成間武館安排咗1張嘅啫。咁啊，特登唔買多張嘅，唔係慳錢。咁啊，因為呢張凳係俾我坐嘅，咁咪叫師傅凳啊嘛。
咁任何武館都係㗎喎，即係我哋上詠春體育會都有一張凳係師傅凳，佢嗰個時間教嘅師傅就佢坐㗎啦。我從嚟都唔敢掂嗰張凳㗎，你覺得真係好似神物一樣。呢個係一個崇敬嘅標記。其實我哋透過呢啲嘅器物咧，可以令佢知道中間嘅制度，即係倫常制度。如果喺課堂入邊，中文堂都帶啲同學仔嚟，呢個好顯然係深入啲嘅中華文化啦。嗱，呢個對聯咧就係用咗詠春嘅兩套拳，一個係小念頭，咁下聯就係標指。念頭端正，終身正咧，就喺我哋嘅門外咧，就話嗱，你要打好個小念頭啊！學詠春之後，你就會學得好啦。咁呢個第一個 level。念頭即係我哋點諗嘢，你嘅思想端正嘅時候，你做人一世都端正。嗱，呢個咧係相關語。咁啊，第二咧就標指高明，指路明啦。學到第三套拳最高 level 嘅，咁你就會明白詠春嘅打鬥嘅技術啦。咁樣，咁呢個表面意思啦。但係標指高明其實係攞咗佛經標指望月，因為當我哋用隻手指指住個月光，其實最終係想人哋睇到個月光，唔係睇隻手指。咁所以如果你話以學詠春計，你以為學到標指係最高明，其實都未係。你要喺呢套嘅技法之外，有你自己對功夫嘅重新塑造同體會，咁你就真係得啦。你對你嘅生命有更高嘅理解同埋掌握。咁呢個就係另一個語帶相關啦。呢度咧就有兩幅鏡，有一個係有字，一個係冇字嘅。呢個就特登做出嚟俾啲小朋友都認識下咧。呢類應用文嘅一種嘅處理，中間好多嘢可以去演繹啦。你睇見開頭咧，低年班嘅同學咧，你叫佢哋好嗱，你行埋塊鏡度，你練一陣，咁跟住咧，我就翻轉頭就會叫你打翻一次俾我睇㗎啦，咁樣。呢啲佢都係根據指導底下進入咗一種動作規範，一個人喺動作入邊去要求自己嘅身體做到某啲嘅動作規範，呢個就係修養過程。佢做得多，一定對佢自己嘅自控力係會提升嘅。咁我哋喺詠春係需要冷靜同埋觀察對方出拳嘅姿勢，可以更敏鋭咁樣觀察到身邊嘅事同埋物，咁樣可以揾到一個突破點，一拳衝擊就突破咗我呢一個難點。除咗學到武術嘅技巧啦，最主要我都係學到關於武術嘅武德，做人要有禮貌啦，要謙虛，要尊師重道。在學習詠春前呢，我自己本人是情緒非常容易激動，但是學詠春後，我在詠春中把這些招式中的道理呢，那種不急不緩運用在生活中，所以呢，在學習詠春之後呢，我就沒有那麼容易生氣了，我能控制住自己的脾氣。你就想話邊有咁多時間去理解，同埋詠春亦都唔需要嘅，我哋攞斜少少就得啦。當我哋去加入一個課程嘅時候咧，其實一定唔單單係一啲嘅表面我哋見到嘅項目嘅，即係當我哋講到文化嘅時候，一般我哋用3層嘅解讀啦，個器物層、制度層同埋個精神層。咁我哋一定唔會咁片面，就係話哦嗱，我認識呢下叫攤手啊，呢個叫做枕手，或者呢下叫八斬刀，呢支叫做棍，即係呢啲係好工具式嘅理解。我哋進入另一種制度層咧，就係話啲倫常嘅制度層。當你去到學功夫，無論你學邊家都好，你自然就會尊師重道㗎啦。你自然就叫到教你嗰個，你就會叫佢做師傅。嗰啲早你學嘅，你自動就會叫佢做師兄。呢個武館文化係咪？咁啊，呢一種嘅倫常嘅制度咧，想係喺運動之外帶俾佢哋嘅。咁所以我哋一般體育堂一開始普拳禮啦。我哋大家識功夫，不過以禮相待，人與人之間關係嘅交往。咁啊，最後就係一啲嘅精神境界啦。我哋可能係一啲嘅哲學嘅嘢講落去，中庸之道好似好抽象，係咪？生活之中咁，即係話你要恰到好處啊！咁個攤手係要咁擠嘅，低又唔得㗎啦，係嘛？大家你用個攤手攤住對方隻手，你個距離唔啱，就一樣攤中都俾人打，即係話唔可以過多，唔可以唔夠。呢一種喺動作之中咧，特別係詠春呢一種咁講究尺寸嘅功夫咧，係更能夠體現嘅。
咁於是我就再認識到佢背後一種精神境界，一種中庸嘅境界。如果冇動作嘅運作，冇辦法體會咯。咁你話啦，玩一堂體育堂，慢慢可以同佢講咁多嘢，係咪有賺啊？我哋學校咧對同學嗰個嘅儀容咧一直都重視嘅。咁有啲乜嘢喺日常嘅功課入邊都可以表達到佢嘅端莊呢？除咗佢啲字寫嘢要寫得整潔之外，就係佢本校簿個名，佢實要寫名。咁所以我哋就睇到呢，其實寫好個名係一個必然嘅起點。校長成日同我哋講，做好個人先寫好自己嗰個名，呢句我係非常認同嘅。寫好個字，亦都代表住自己。咁至於點寫好啊？咁我哋咪用啲工具去幫佢咯，例如自己整個軟件啊，跟住咧就配合中文科老師一啲軟件之外要硬本嘅書寫啊咁樣。咁整個過程由軟件加埋呢一個嘅硬本，咁佢咪有個練習嘅過程。喺過程之中，佢慢慢體會到乜嘢叫做自己端正好自己嘅名咯。呢個軟件一開始嘅時候都係初中嘅。小朋友佢寫好個習慣，寫靚自己個名，一入到嚟呢個係學校對你嘅要求，我哋又有啲嘢幫緊佢達到呢個要求，咁所以用初中作為起點呢，呢個就比較理想咯。其實呢，嗰個想法就係喺疫情期間呢，如果佢哋冇老師指導底下有冇得練呢？咁樣可唔可以透過呢啲軟件去做得到嘅？咁所以而家我哋嗰個做法就係我寫咗個字稿，佢可以撳個重播。中間可以睇下我慢慢寫嘅時候係點寫，咁我中間都加入咗啲楷書筆法嘅起修嘅，等佢哋知道唔係單線條。咁我睇咗之後就可以喺個空格嗰度佢再寫咯。寫完呢個電腦就會因應我個稿同佢個稿嘅相似度、個筆畫嘅接近度就打個分俾佢。排頭嗰啲呢，往往就會喺個龍虎榜度出現啦。有時我寫啲字啦，咁會有分數嘅喎，我哋。咁然之後就會同全校一齊排名。咁我有時見到我班嘅同學仔，佢哋寫啲字，點解佢哋突然間高過我嘅咁樣？咁我又好有鬥志喎，好想高分過佢。咁我又夜晚翻到屋企啊，又開個 app 嚟玩下咁樣咯。咁我哋今年亦都加入咗一啲嘅新嘅安排，就係後邊有個數據分析嘅。所有啲同學寫完之後，佢得咗幾多分咧？全部有晒 record。由9月到今時今日，大家嘅平均分數單字嚟睇，最低分係個同字，跟住有個豬字、黃字啦。咁所以中文老師咧就好容易咧，因應嗰個數據嘅分析，去掌握到啲同學佢邊啲字形入邊佢處理得唔好。嗱，咁呢一個嘅過程入邊，同學仔攞分，佢就覺得有興趣啦。龍虎榜梗係有興趣啦。咁然之後，如果喺課堂入邊老師再都指點下，其實有方法可以寫好啲嘅。其實佢嗰個信心就會更大啦。咁所以個軟件係必須，軟件之外老師嘅指點同埋經常嘅照顧都係必須。咁件事就做得好。去到學期尾，我收翻佢哋啲同學啲作品，中間自然有老師嘅評改啦。你會睇到老師打分嗰個細緻度啦。老師有時加啲評語咧，你睇見老師嘅用心，即係大家知道嗰件事係對孩子好，叫佢寫好自己個名。大家當認同咗嘅時候咧，個量對老師嚟講又唔見得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咯。咁所以整個歷程而家我又覺得都幾舒服啊！同事都似乎喺過程之中都覺得係幫到學生啦。我會發現寫字嘅 Apps 係有助於提升同學嘅裝字技巧同埋組織能力嘅，因為同學經過無數次反覆嘅練習，佢哋會知道自己嘅名係點樣寫，尤其是係佢哋裝字部分，佢哋對於字嘅結構上面會更加講究。咁我相信呢一個係好明好字 Apps 帶俾同學一個審美上面嘅提升，佢哋明白到中文字有獨特嘅裝字方法，亦都有特別嘅結構方式嘅。我喺好明好字呢個 app 裏面，我學到裡面嘅筆畫啦，例如一點、一撇、一捺，
令我最清楚嘅係裡面嘅字體嗰個結構。個 Apps 入邊嘅嗰種字體咧，其實係有取法嘅喎。柳公權、顏真卿呢啲名家嘅字形取法嘅，唔單止係用呢個 Apps 嘅普通學生啦，亦或係想更加增進自己書法上面修為嘅一個學習嘅一個用途啦。其實學習唐楷咧，都係對於我哋非常之有幫助嘅。我就好中意寫字，真係嘅。咁我覺得咧就可以解壓力。咁同埋我好 enjoy 喺嗰個寫字嘅 moment。同學而家今時今刻佢哋生活好多嘅興趣嘅，你話佢係咪從此佢就好中意寫字呢？我覺得呢個機會唔高嘅。但係佢哋會覺得跟住方法去練係有方法寫得好呢。呢樣佢哋應該係會重新掌握嘅。咁然之後呢，佢哋喺個過程之中爭奪去進入龍虎榜嗰種嘅成功感呢，呢個一定會帶咗喜悅俾佢哋嘅。咁呢樣嘅喜悅呢，我覺得佢都會一定得嘅。